中国富豪黄怒波在冰岛的购地计划于11月26号画上句号。冰岛内务部长态度强硬地拒绝了他的购地申请。一直对冰岛购地项目充满乐观的黄怒波感觉不可思议，因为从2007年到他申请时，冰岛政府共受理了25起外国人的购地申请，其中仅1起被拒绝。那么是什么原因使黄怒波的计划成为泡影呢？我们来听学者的分析。高原、火山岩和野草，还有呼啸的风。这块位于冰岛东北部300平方公里的荒凉之地，黄怒波打算砸下9000万美元购买。他还计划要投入1亿美元甚至更多资金，在这里修建一座豪华酒店和高尔夫球场，开发旅游业。不过26号，冰岛内务部长约纳松正式表态拒绝了黄怒波提出的购地申请。冰岛内务部的一份声明说，没有外国买家购买如此大面积土地的先例。约纳松以强硬的口气说，这是最终决定，再无变更余地。经济学者曹安居士分析，经过这么多年的开发，冰岛旅游业基本上已经饱和，而黄怒波购买的土地占了冰岛整个国土的0.3%，冰岛政府由此产生警觉。更大面积开发旅游业呢，这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评估呢是对于投资人来说，认为这是一个荒唐可笑的。但是呢，我们要注意一下背景，这位王先生呢曾经是中宣部的干部的官员，有很多这个新闻界的专业人士讲。中国政府在以旅游业的名义呢，在当地还建立一个军事基地，所以在这种情况呢，这个当地跟国家拒绝这个购买这个，其实是完全出于一种对中国的警觉。今年8月底，黄怒波提出购地申请就受到质疑。英国金融时报早前报道，黄怒波曾经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和中国建设部工作过的背景，让人担忧北京可能会获得在北大西洋的战略立足点。对于外界猜测自己代表政府圈地，黄怒波发表声明说，他的计划与政治企图毫无关联。黄怒波辩解，中国上世纪80、90年代，政府官员下海经商是热潮。黄怒波起家于房地产市场，根据福布斯的排名，他拥有8.9亿美元的净资产，在中国富豪榜上排在161位。中国事务主编伍凡认为，黄怒波投资买地背后的后台老板是中共政权，是中共当局一个战略投资。伍凡分析，冰岛北边的北极由于天气暖化，冰块溶解，航路在夏天可以打开，将会降低出口费用。除了这个航路的利益，另一个更大的利益是北极的能源。那中国如果在靠近北极的地方，冰岛有一块地那就等于是属于你的飞地了。飞地就是我在外国有一块领土，这个飞地，这个飞地以后慢慢发展，这就这个局势以后很难预料了。这些战略专家们都在分析，这样做对西方不利，对美国不利，对这个冰岛也不见得有利。英国金融时报分析，不管出于什么动机，这笔交易都凸显出中国和中国企业家正日益着眼于在海外施展财力。报道指出，中国投资者正在全球各地大肆购买土地和资源。对中国的警觉的根本原因呢，是中国是一个独裁的国家，不是个民主制的国家。如果是个民主制的国家，是不会遭遇这些问题的。所以我们看来，就是说，在整个问题上看，其实根本的解决中国要解决这个自己的制度问题，这是一个最根本的问题，而不是在全世界用谎言来欺骗全世界。路透社引述布鲁塞尔自由大学当代中国研究所所长霍尔斯拉格分析说，黄怒波的专案也许是民间行为，但确实符合中共政府在海外收购土地等战略资产的政策方针。新唐人记者刘慧、李静、葛雷采访报道。